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F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62年粤剧电影《红楼梦》高清修复完整版的第3期。片中林黛玉的扮演者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，生于1926年的浙江绍兴，12岁拜粤剧大师足素娥为师，学习戏剧，13岁登台演出，16岁成为小型戏班的头牌主演，21岁与陆锦花组成了少壮剧团，1948年加入玉兰剧团，在全国第1届戏曲观摩会中获得了演员2等奖。王文娟表演文武兼备，善于描摹人物神态，代表作有《春香传》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等等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，还有更多经典的戏曲制作中。好，请看正片。二爷，刚才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也不告诉一声。咦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啊？是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。是什么朋友？就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呀，不知又去交上了什么3教9流的生活了。哎呀，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不知我家二爷又做了些什么门上神的事了？才有风风雨雨被上帝知道，红萝卜又要拴在那处账上。你怕什么？我干的都真经事了。你哪里来的？是一个唱戏的朋友送给我的。唱戏的朋友？哎呀，二爷，原来你有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哟，与戏子交过朋友，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那我也真不该来了。不，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，请坐啊。你们刚才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来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叫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。戏子？可怎么得了啊？宝姐姐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什么事啊？二爷，老医生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，要你去会客你，又是备客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备着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是算是你的人才出众，人家娘母你谁都想来见见你呢。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俗人罢了，配人家娘母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忘了？你原是贵妃娘娘的灵体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？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落都门来往了。大姑娘，你听听，世上哪有不牛州官人来往，且上下不分，牛戏子混在一起的道理？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。宝兄弟，常言道子呀，看来亲，谁不想高朋门迎门？如今你上位14令，也该去为做官人，俺将心事
我为谁事事做人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竿头举上进，怎能够不务正义破功名？跑姐姐，老太太要往国外，真没承认，你去往国外去吧。我难道是准备着往国外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落度啊！你想想，怎么远的老爷不生气呢？没有什么，受不着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姑娘，再走一回去吧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我送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从心里宽大有我呀，因为是宝姑娘，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不至于会这么样呢。提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叫人敬重，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这些文章的话，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唉，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传上了这种风气。二姨，爱两忘记容易人，深陷自己最难拒，在你本身自心话。但愿自心好爱我们众人亲王府有一喜子，名叫齐国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多时不见为妻。转世齐国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亲是道出夫妻，也是琳琅的子意。故此见老先生专指琳琅，请将齐官放回。一直可为王爷奉恳之意，儿怎么？以免下官取密自空。来人啊，混包牛来！
萧家父自立左营之存，自贵公民之家，竟成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保重，但是宝玉事小，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，气的是大了。养了这个女子，母亦不孝，曾经是结果了他一切后患。老爷，你应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愿意半把只有这一个孽障。宝玉，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吧？都是你！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！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呀！好吧，你一定要把他勒死，你不是把我谁勒死了？你把我谁勒死了？你先打我，谁打有什么吩咐，只叫儿子进去是了，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呢？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叫我才失去了啊！儿子管教他，言为的是用中要做。老太太实在话，做儿子时候担当得起。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了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受得起了吗？宝玉啊，你这不要好，不争气的身子哦！晚上把这牙用酒拧开，替他敷上，把淤血也都散开就好了。是，都是包这些。当得这个样子。兄弟，两牙苦口离于病，终言女儿离于人，啥能听人一句也不知今日谁讨厌。宝姑娘说的是，今后可真要改一改了。宝兄弟，你好好的养息吧。
么来了？我虽然些婢女催着，是不知道的。看，你可受了委屈了。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看看，要是宝爷醒了，为头奶奶背着老太太走过来啊！我走了，回头再来看你。锦薇，哎，做什么？把这送给林姑娘去。哦。